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1月初3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0篇，尼希米记13章第1节到第3节，23节到31节。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9节到13节。今日要跟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不忠。新的诫命甲咱讲，基督徒都爱尽心、尽力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迄个意思就是讲，爱对上帝忠心，爱军队，爱顺服，爱服侍，袂当背离啦吼。但是遐个被称作选民的犹太人，却是掠做上帝早着竞选因必定会蒙福，并且掠做讲无需要检讨家己，无需要谨慎。虽然咱知犹太人有摩西的律法，但是因却伫实际生活的中间违背着上帝的规范。尼希米记13章第1节到第3节，23节到31节，记载着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这个保守甲看顾。但是连这个蒙福的所罗门王，却因为欲望的关系来取得带这个外族的某。重点呢，其实是伊将因的偶像也学来敬拜，来得罪上帝。经文来讲啊，迄日有人读摩西的律法册，互人民听读起内面有安尼记载：阿文人甲摩押人永远袂用得着加入上帝的会，因为因毋若用食物甲水迎接以色列人，颠倒请别人去咒诅以色列人。毋过，咱的上帝互迄个咒诅变成做祝福。因听到即个段的律法了后，就将以色列人甲遐的外族有血统的人分开。23节，伫迄段期间，我阁看到犹太人带阿是毒人、阿文人、摩押人甲查某囝做某，因的囝儿有一半讲阿是毒话，也是别族的话，毋过袂晓讲犹太话。我就责备因，甲因咒诅，拍骨的人，串因的头毛，甲因指上帝来咒詛。无搁甲将因的查某囝嫁互外族的囝，因甲因的囝嘛无搁娶外族的查某囝。我甲因讲，以色列王所罗门王，敢毋是为着即款的代志犯罪吗？伫列国的中间，无一个王亲像伊得到上帝的听，搁得到上帝甲伊设立做以色列全国的王。毋过呢，外族的某互伊犯罪，安尼，阮若通出在恁做即款严重的歹代，带外国的女子侮辱咱的上帝。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孙耶和亚大的囝，有一个是甲是荷伦人三巴勒的囝婿，我就将耶和亚大对我这赶出去。我的上帝讲，我的上帝啊，你会记得因所做的歹代，因为因拍拿三祭司的职务，违逆利未人做祭司的约。安尼，我甲因结情，互因脱离外族一切的误会，佮分派祭司利未的班处，互因来执行家己的职责，定期奉献材料、初熟的这个果子。我上帝啊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互我。保罗伫写互这个哥林多教会培训中间，提到着因当因咧面对当作是个宗教这个文化偶像崇拜的影响的时阵，必须爱有基督徒的品格、忠心来伫上帝面头前，若无就爱面对上帝的判断。哥林多前书第5章9节到第13节，保罗提起：我将寄互恁的批有警戒恁，毋通甲淫乱的人来往。我毋是指即世间遐的淫乱、贪婪、诈欺甲拜偶像的事。
若毋是离开即个世界，就袂当甲遮个人来往。我当安尼讲，是讲毋通甲遐个自称基督徒，却是淫乱、贪婪、拜偶像、诽谤别人、酒醉，还是早起个人来往。连甲遮个人同坐桌食饭拢毋通。判断教会外下，毋是我的代志，上帝会甲因审判。恁检毋是着判断教会内底的人。圣经有记载，恁着对恁的中间将邪恶的人来开除。诗篇50篇，上主全能的上帝对东到西出声，呼召全地，对水无比的色安，上帝发出光。咱的上帝来临一定袂清净，有炎火伫伊的面前得倒，有暴风伫伊的四围得扫。为着要审判伊的子民，伊调天甲地来作证。伊讲着调集我的圣的子民来我遮，就是用祭司甲我立约的人。天要显明伊的公义，因为上帝本身是审判的。我的子民啊，着听！我要讲以色列人，我要讲告你。我是上帝，你的上帝。我无因为你的祭司责备你。你的烧化祭司上伫我的面前，我毋免对你的牛条接受公的牛，嘛毋免对你的羊条接受公的山羊，因为树林内的百兽，正山的精死拢属伫我。山林内底的飞鸟，我拢捌；旷野的走兽嘛，拢属我。我若要嘛袂甲你讲，因为世界甲万物拢属我。我减的只牛讲的肉，饮山羊讲的血，你着用感谢做祭来献予上帝，对着至高的上帝来谢愿。伫患难的日，你着求救我。我要救你，你嘛着尊重我。毋过上帝对歹人讲：你若有权念我的规例，嘛嘴讲我的约。其实你掩恶假时，我将我的话献伫骹只边。你见着贼就甲伊同心，甲惊奸淫的人斗阵。你的嘴讲歹话，你的指制造奸鬼。你随便讲兄弟时的是非，侮辱你的亲人。你做这的代志，我点点无出声。你煞讲我甲你同款，毋过我要责备你，将这的代志摆伫你的目睭前。你将这个袂记即上帝的人啊，着想这个事，才毋免我将恁来拆碎。无人通救恁所有用感谢献祭的人，是在尊重我；行正路的人，是要互伊得到上帝的拯救。感谢主圣事救恩互阮，恳求上帝帮助阮会当忠心军队，回应你的呼召，尽心尽力尽意来服侍你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